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10月初1，旧历的9月初3，礼拜2。新闻的头一条，真可怕、真惊人的意外，这个桥为中断去，对后放落海。这是宜兰南方澳仔的跨港大桥，发生在早起的9点半。当时拄好有一台油罐车驶离的桥顶，桥面突然间断去，油罐车船栽落海起火烧。这个断桥放落去，嘛对着下开的3台渔船。有6个渔港调离的船舱，相关的单位马上出动海陆空救人。宜兰南方澳仔出名景点跨港大桥熊熊断去。代志发生的时，有一台油罐车倒位桥顶经过，要到另外一边的时，桥面断去。用较慢的速度会使发现，讲规台油罐车因为桥面断去了后，愈来到港边导火出现。一台车要爬起，爬袂起，拖落来。都有听隆隆隆隆作响很大声，我同事都目睹，他就一瞬间就是掉下来。那油罐车导火，桥卡嘛有渔船被地调的，其中有3台6个渔港掉入内底。有受伤没有？在船上被压到吗？船上他在船上被压到。有渔港走出来，嘛有渔港受伤，互人送去病院。就惊讲要人掉入内底，那陆海空全面出动伫现场继续搜救，军方嘛到现场待命。救人要紧，再来呢，马上成立灾害应变中心。那我们消防局的人员陆上海上全部进驻。完工20年的南方澳仔跨海跨港大桥，毋若是景观桥，嘛是连接南方澳仔宽纵路线重要的地标。因为早年为伫渔港到对岸的造船厂，都要设一大链。早期阿摩土桥下搁加渔船雷达天线，时常会去弄到，所以讲才催生这个跨海大桥。南方澳仔渔港才有法度继续发展。即摆风台拄好过尔，桥都熊熊断去，敢有可能甲风台有关系？相关单位已经进一步咧调查。